可以，有好多人影緊我。點解呢？因為我上電視啦。今日我就嚟分享下呢一次拍電視節目嘅獨特體驗啊。大概呢就喺1年之前，咁呢我就喺 Threads 上面呢就見到一篇貼文，係冇錯啦，就係呢一篇。咁呢而嗰個時候呢，我就已經開始成日過嚟台灣睇波啦嘛。咁呢就覺得，去拍電視節目好似好好玩喎，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咁就抱住一個試一試嘅心態，咁就報名啦。咁過咗幾個月都冇消息喎，咁我都諗住，可能已經唔會揀我啦。點知再過一排呢，佢又最後呢又再通知翻我，話呢會揀我呢一個個案呢會去拍攝嘅。咁呢之後呢就有同製作組佢哋開個會啦，咁啊就會係介紹翻我自己啊，講下我平時去台灣嘅快閃行程、睇波行程係會點樣玩啊，有啲咩內容啦，咁啊等佢哋去決定拍啲乜嘢啦。咁我哋最後呢就揀定咗呢，就係喺大巨蛋 K 歌主題日嗰幾日就進行拍攝嘅。咁除咗因為 K 歌主題日係大活動，咁啊會好多人，畫面好靚之外呢，同埋就係因為大巨蛋就唔驚落雨影響啊嘛。咁就先講一樣呢，就係呢個拍攝期間令我震撼嘅地方。咁就係拍電視同我自己一個拍 vlog 啊，就真係完全唔一樣嘅。基本上呢，大部分時間呢都有2至3部攝影機就同時喺度拍緊我嘅。咁啊收音呢都係用一啲更加專業嘅設備啦。咁啊即係都算係大開眼界嘅，即係體驗到一啲唔同嘅嘢。咁呢，我哋第一個拍攝嘅地方呢，就係呢個龍潭嗰個名人堂啦。咁其實我之前一直都好想去嘅，咁但係對於我呢啲獨遊嘅人嚟講呢，嗰邊實在太遠啦。咁啊好彩呢，就係因為今次嘅拍攝呢，咁啊佢哋包車啊嘛，咁啊變咗我就可以有機會去嗰度參觀啊。咁啊仲可以咧喺埋隔離嗰個練習場嗰度就打波啦、投球啦、擊球啦。咁對於我呢個海外象迷嚟講呢，都算係一個夢想成真嘅時候啊！非常感激呢個製作團隊嘅安排。咁跟住呢，就係拍攝呢一個節目嘅重頭戲，入去大巨蛋拍啦。咁呢，好彩我哋真係揀咗大巨蛋去拍攝嘅啫，因為嗰日真係落雨，如果其他球場呢都會幾麻煩嘅。咁另外就因為我哋揀嘅係 K 歌嘅第一日啦，咁第一日就冇禮拜6日咁爆噶嘛，咁所以呢，我哋拍攝嘅時候呢都可以去到球場嘅唔同地方啊，都可以拍到。咁而裏邊呢，其中一個最開心嘅，梗係可以就係同阿希莉主持一齊去訪問到阿小白啦。係啦，咁大家有睇到嘅時候呢，就知道嗰陣時係會喺 B2嗰一層，即係我諗算係後台啊工作人員嗰一層啦。咁啊咁啱又真係見到阿小迪經過，我都叫一叫佢，佢又認得我喎。咁啊至於點解小迪會記得我呢？咁啊大家可以翻去睇下小迪佢2024年總冠軍賽嘅 vlog 嗰度揾線索嘅。咁另外啊，雖然咧我就真係覺得唔應該咧喺後台咧就打攪人哋嘅，咁咧但係咧就冇同川川啦、Eason 啦、莎莎啦去合照咧，的確係有啲後悔嘅。係啦，咁我哋之後咧就去拍商品部啦。咁拍完商品部嘅時候喺出邊咧咁啱咧，我見到阿 Mina 佢就應該又係拍緊佢 YouTube channel 嘅片啦。咁嗰陣時咧就有去同阿 Mina 合照啦。咁就算係彌補翻少少之前嘅後悔啦。係啦，咁另一樣當日拍攝嘅一樣幾有趣嘅嘢就係咧，我哋咧就走埋去樂天嗰邊客隊嗰邊咧，就訪問咗阿 G 啦。咁啊，等佢分享一下即係應援文化或者佢哋作客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感受啊、特別嘅嘢啦。咁個過程都好好玩嘅。咁另外啊，呢度我都必須去多謝我嘅朋友中醫，非常感謝你願意同我哋一齊拍攝啊！冇你好多嘢都拍唔到㗎。咁另外呢，另一個嘅重點拍攝項目就當然就係訪問小迪啦，羨慕吧。咁呢，其實成個過程我都覺得係非常有趣嘅。咁啊，小迪又好 nice 啦，好可愛啦。咁啊，而我都呢，就趁呢個機會呢，就成功呢得到咗簽名毛巾啦，同埋簽名波嘅。咁啊，再一次羨慕我啦。咁啊，仲有一樣呢，我覺得呢，算係我呢個節目裏邊嘅高光時刻，就係去夾公仔嘅時候啦。成功有呢個節目效果，成功喺鏡頭面前出到貨，證明咧我啲咁多年交嘅學費咧係冇白交嘅。Yes。咁啊喺節目出現嘅餐廳啦、手搖飲料鋪啦，咁其實咧都係我之前都有去食過飲過咧，先至推薦俾個拍攝團隊嘅。咁另外特別就係仲有就係嗰一間運動按摩嘅鋪頭啊，咁我其實真係每個幾月啊，可能就會去調整一下身體噶嘛，所以呢啲咧都係我真心推薦俾大家嘅，大家咧都可以再翻去睇翻段片咧，就知道係邊幾間啦。
咁我就再一次喺度感激呢個製作團隊俾我有今次呢個電視台拍攝嘅機會啦，非常好玩。咁而你哋每一個人都非常之 nice， 非常友善，同你哋合作得好開心。當然唔少得仲有主持人 Haley 啦，佢亦都係非常友善，非常 nice， 所以大家都要支持佢做嘅節目啊。係啦，所以呢度我就要繼續呼籲大家要繼續收看呢個節目《本周快閃人口》啊。咁睇過呢就都可以睇多幾次嘅。咁啊，雖然呢我就冇 VPN 嘅業配啦，咁不過亦都提醒一下台灣嘅觀眾係要開呢 VPN 先至可以睇到㗎。而我呢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啦。咁啊多咗句啦，咁希望我哋可以球場見。